如果你喺一場演講或者喺講座裏面嘅，甚至乎你聽到一啲嘅大型嘅沙龍，跟住咧你覺得咧呢個商業模式幾好，然後你就開始夾錢，甚至乎投資呢間公司，咁啱唔啱嘅呢？錯！好多時候咧，如果係公開嘅場合裏面咧，你行到埋嚟，然後佢講咗某一個商業模式或者生意，而你就夾錢俾佢咧，嗱咁呢個咧一定唔合法嘅，呢個咧就叫非法集資。所以咧喺鏡頭面前嘅觀眾或者企業家咧，如果可能你自己有一定嘅商業模式，想大家夾錢咧，你一定要揾自己嘅朋友或者自己相熟嘅朋友，而唔係可以即場咁樣咧，係即刻俾錢你袋落自己個袋，可以暫住咗。呢一筆錢咧，其實你暫代咗呢一筆錢咧，係等於一個非法集資行為嘅。要知道非法集資行為咧有3樣嘢嘅。第一，佢一定要清楚佢投資嘅目的；第二，佢投資一定要係寫你公司嘅支票，同埋一定要有收據同埋合約；第三，佢係一定唔係喺第一次認識你之下就投資嘅。如果你3樣嘢是但有一樣係合乎嘅話咧，就已經係非法集資。如果你3樣咧齊晒嘅話咧，咁可以話俾你聽，證監一定揾你，真係坐監嘅。究竟你覺得非法集資仲有啲咩定義呢？可以喺留言區分享下。好片記得俾朋友